台湾伫日本关西世界博览会，在这为台湾的这个活动呢，伫8月初2特别来起过啊。这届是隆重推出129场的演出，咱的文化部是以强庙的文化做主题，透过科技甲传统来做结合，让世界会当看到咱台湾的文化底蕴。 新疆伫台顶用现代舞的方式来跳，甲台湾的顶头精神结合导演、灯光和音乐，带观众入去一个神秘的庙寺文化，呈现出科技、信仰和传统的对话。当代艺术的表演舞蹈性，因为一般的它可能就是以传统的出阵去演嘛，当然我们希望是结合这当代舞去柔合传统的神将。 这是文化部伫咧8月初2到8月20伫日本关西的世界博览会，准备要登场的饼场技术冲击表演。这届台湾拢总有38组的技术团体，545位的技术家去到日本关西做129场的演出。文化部希望透过台湾的表舞文化，让世界认识台湾。我们国家跟日本没有邦交，可是我们的友谊非常深厚，所以我们终于取得能够进到这个正式的大阪世博的 那个广场做表演。文化部表示，虽然台湾无法度正式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世博，不过因为台湾和日本的关系真好，得到日本各方面的支持，所以才会当有这么多活动。下星期也列做大会正式的表演项目。另外，这届因为文化预算无够，由导演吴念真和灭火器主唱由大正发起的为台湾伫咧世博看见台湾的募款活动，敢若37点钟就成功博得612万的台票，因为台湾人的团结才有 机会用文化技术的形式，让台湾文化徛起伫世博的舞台。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